在休热期间，真侪人拢会出门去佚佗。阳明观公司呢，嘛来公布上新的旅行社的黑名单。这当中是有4间业者，常常因为这财务出状况，也是讲坐解的机票甲人跳票，甚至是乌白甲旅客退费等等的问题，互观公司甲要求要停业3个月。休热期间，真侪民众会想要出门佚佗，毋过若是要选旅行社，就要注意。观光署公告4间旅行社黑名单，互政府要求停业3个月。这4间拢是财务出状况，坐解机票跳票，乌白甲旅客退费问题真多，害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影响。当我们发现他的营运状况有问题，特别是当他的信用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要求他先停业。这4间分别是台北市中山区信源旅行社、台北市松山区丰联旅行社、台北市中山区万和国际旅行社，和配合瓜马经市商店旅行社。现在阮就伫咧其中一间，互人列做黑名单的丰联旅行社，会当看到上班时间到啊，毋过因的铁门煞是溜落的，因为伫咧今年6月份开始，因就互人勒令停业3个月。蛮会担心就是遇到诈骗，所以说就是旅行社的话，可能会找比较大间的吧，会比较安心。就是看评论，还要直接到他们旅行社问说他们的行程怎样。如果我们都喜欢的话，我们才会决定。像这个跳票已经是风险很高了，但是网络上也是可以看看说那个客人对他的评价好不好，然后有没有那个一些纠纷。观光系教授提醒，选旅行社一定要先去网站看评论，并且会当就观光署的网站顶面拢有列出互政府点名的旅行社黑名单。另外，若是旅游权益遇到问题，会当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申诉，莫互家己权益受影响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